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整理柳营火车站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转乘空间哈，那这是我们完成的第9个台铁火车站前的这个空间的改造。坐火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下车之后，如果要转乘公车，需要走路到500公尺外的这个大路上去做搭乘。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梳理呢，把火车站前的空间做出一个公车的回转的广场，以及设了2期的大客车停靠区，那方便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焕然一新，以前太落后了，现在规划这样很好啊。哎呀，下雨天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走到火车站，就可以不用淋雨，然后也不用晒太阳，觉得蛮方便的。今年7月即将上路我们市境内的这个通勤月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包含台铁只要399的通勤月票呢，我想透过软硬体的这个提升，那我想对于市民朋友搭乘公共运输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其实柳营是我们大信营区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区，但事实上这边的因为周边有柳营工业区，那也有一些机关学校，所以说通车的人还真的不少。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那所以说，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那周边不管是停车的空间或是停机车的空间，都加以优化。总共花了1688万。就感谢中央能够交通部能够支持经费，配合地方的这个自付款，那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更优化起来，那民众也都反应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台南市也发行这个境内399的通勤月票，能够花没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交通服务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方式能够让通勤族更加方便，也让进出往来的使用铁路的民众也都更加方便。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5月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八田雨衣牵起台湾甲日本友好关系，嘛互金泽市过去5月拢会来台南办工艺展览，可惜因为疫情停办几啊冬。不过今年双方除了恢复实体交流，金泽甲嘉禾2市嘛率团来拜会市长黄伟哲，希望在疫情以后会当更加密切交流。现今乌山头最酷的八田雨衣技师，就是日本金泽市的人。嘛，因为这场的因缘，所以该市对2012年开始，每一当5月拢会来台南对师并举办展览，推广当地观光甲工艺。疫情停办几啊冬以后，今年总算重新恢复，并选定3间outlet开幕。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剪彩仪式，邀请市民把难得的机会来欣赏。台南跟金泽跟台南的友谊深厚，也源远流长。我们因为八田雨衣先生建立起了这场友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念。那但是从过去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大在文化上、在物产上以及在观光旅游上的交流。我们从5月6日到5月12日的金泽周的举办，事实上就是其中具体做这个物产交流的一部分。虽然中断了4年，但我相信台南市市民朋友们对金泽非常好的物产都还是这个印象深刻。将来在这几天的金泽周
中间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市民前来参观前来了解，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前往金泽去观光旅游。金泽州伫台南除了盛大登场，金泽市长春山卓甲嘉禾市长龚元禄、八号嘛分别率团来正式拜会市长黄伟哲。会中黄市长感谢两市对台湾日本交流所付出的贡献，也非常期待甲双方加强合作，互两市因为霸天羽翼的缘分，伫疫情以后更加实体密切交流。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宏威科技集团参加今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甲全球40个国家800外厂商比赛交流，主要因以主攻矫正器甲量子滤水壶的专利，打败各国，摕下发明展的双料金牌，而且也有马来西亚代表团特别奖的相关业务。宏威创办人谢正兴博士指出，诚信、专业、服务、创新甲永续是宏威科技的核心价值。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甲突破。这次公司的宏威信息能石墨烯足弓矫正器，甲宏威信息能石墨烯量子滤水壶这2项独家专利产品，就赢获2023日内瓦国际发明奖2名金牌。这次呢，量子滤水壶的话呢，我们得到了马来西亚代表团的特别奖跟大会所颁的金牌奖。那量子滤水壶的它的特色就是呢，滤芯的话呢，它是里面有7层的滤材。那7层滤材的话呢，它由第1层的无钠离子交换树脂到第2层的 KDF 铜锌合金剂，第3层的银离子活性炭。那前3层呢，会让我们这个自来水一过滤，经过我们滤芯呢去过滤，会达到清洁洁净的部分。那再来第4层呢，就是我们麦饭石，麦饭石就给我们这个水的微量元素跟矿物质，钙离子球。那钙离子球就是给我们水分里面的钙离子的部分。第6层就是镁离子、镁金属的部分。那这个就是要给我们水的一个钙镁比例达到2:1的一个比较好的比例。那最后1层就是我们石墨烯的部分。那我们石墨烯的话呢，添加石墨烯的，它只是要给予我们这个滤芯所谓的信息能。那信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款的信息，然后信息能不同信息能的滤芯。那这不同信息能滤芯就是会依照你的需求这个状况，然后去选定你需要的是哪一款的滤芯，然后去加强、去增强你自己的身体的养生跟健康。宏威足弓矫正器是集团创立的第1项产品。宏威科技即马更加入多价信息能技术，推出信息能石墨烯2.0足弓矫正器，同款在这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当中，赢获金奖肯定。我们这次瑞士日内瓦发明展，我们另外的一项产品是我们的宏威石墨烯足弓矫正器2.0。对，那这一项产品，对，它是继我们2014年之后，它算是我们改版的第2版。那这一次它整套系统我们都有去做加强，无论是从传统的我们用足型的拓印，变成我们这一次以 AI 去判定角图，到我们这一次我们改良后，我们在整个它的材质上，我们增加了石墨烯的这一个部分。那增加石墨烯，它去作为我们一个信息能的载体。那我们在这个精准养生、精准医疗的部分，它不只是单单在力学上帮你做了改变，它透过用信息能的部分，可以让各个年龄族群的它达到更精准的一个健康的进步。宏威科技集团总部位在台南科工区内，在台北、新北、新竹、台中、云林、高雄设有6间分部。目前也将事业拓展到海外各国，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万爱用者。宏威以全方面科学养生保健之道为主轴，建立利人、利己、利众生的健康事业，不惜投入大量时间、人力甲金钱，做产品专利的研发，以提升产品的品质甲独特功效。更甲各大知名大学合作开设专业课程，传授正确而且丰富的养生保健知识。培育健康产业方面的人才，展现专业甲服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现在囡仔生少，每一个拢是宝贝，所以家长拢真认真来选择托婴中心。不过，议员陈英丁表示，教育局并监的指标因为一直改，公告的时间阁无提早，嘛，互业者真歹准备，提出检讨。家长要安怎选择托婴中心？其中校局所公告的评鉴成绩，第一项重要的参考。不过，议员陈英丁表示，适当一摆评鉴市府公告的时间相晚，加上指标内容有变动，互业者真歹准备，所以徛伫帮助业者改善服务品质立场，建议校局一定要提早公告指标项目，互因会当提早应用。对业者甲消费者拢是好事。这些评鉴也是为了让这些托育中心有更好的品质哈，但是这种公告的方式哈，真的让他们会无所适从，而且不知道从怎么准备起哈。然后在下一页，而且整个各版的差异，107年的评鉴的指标到111年7月8号的这个版本，到111年10月13号的版本，其实都有一些落差哈。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整个托婴中心在准备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哈。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未来应该要提早让他们做好准备哦。比如说，台南市政府今年就应该公告112年到115年这个评鉴的规则跟完整的指标内容跟查阅的重点跟说明，让这些托婴中心现在就能按照这些评鉴的指标开始预备跟提供更好的这个托育服务品质哦。比如说哈，因为这个部分托婴的部分在我们社会局哦，但是如果是在教育局幼儿园的部分哈，它现在已经完整公告了112年到116年学年度幼儿园的评鉴指标的方式，让幼儿园可以开始准备好，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我们历年来的指标呢也逐渐修正，那我相信呢就是不断在改，对，不断的改。那我们会在最近呢简化到跟我们的托婴业者可以比较实务上之后呢会提早公布。另外，议员进一步针对托婴中心的品质提升来建言，因为高雄甲台中已经成立访视辅导团，持续培训人员，所以嘛希望台南市事科来成立，用辅导代替稽查，将可能的教学疏失甲伤害降到上低。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优质托育的服务，互人愿意投入托育的工作，嘛互家长会当安心。议员蔡小伟伫议会强烈争取托育人员的福利，包括因的体检补助、受托身心障碍以及做了久的人员，拢希望有相关的奖励金。对此，邵局长表示，相关的奖励都在研议当中。议员蔡小伟表示，为了提升台南托育服务，尤其托育人员的需求端较欠缺，加上流动率悬，会影响囡仔被照顾的品质，所以认为包括恢复体检费用的补助，以及人员做了久，也是投保薪水达到标准，以及受托需要加付出心力的身心障碍等项目，拢需要奖励。对此，局长嘛明确表示，相关的奖励金都在研议当中。所谓我们托育人员的一个奖励金，包含9任奖金。我一直说，每个县市都是非常竞争的。9任奖金这一件事情，是针对于愿意在我们台南市照顾我们台南市的小孩子，他愿意继续留在我们的这个托育园区里面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子，这样子的一个9任奖金给予的奖助，其实就像我们各位公务人员也有所谓的一个9任的一个奖金，绩优的一个奖金可以补助，可以奖励嘛。相对的，我们的托育人员，我认为也必须要有这个包含我们所说的投保薪资的一个达标奖金。我们都不希望他的薪水是这个低报薪水的部分，然后去投保。我们的奖励金跟9任金呢，我们已经是在研议办理当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其他的一些相关福利为了提升我们的托育的人员品质呢，是会再来做。那其实呢，我们在2012年4月6号已经有召开了准公托的托育品质奖励申请作业，这一个呢里面呢是有中央补助的经费。另外，托婴中心为了通过社会局的评鉴，拢需要开真侪人力甲资源来准备。根据议员表示，其他各县市拢有提供相关的评鉴奖金予托婴中心，所以议会嘛争取台南要有评鉴的奖金。
台南新闻阮及林英根采访报道。三项农会真龙烟空当街举办农来活动，会中马甲民众分享农会超人气各种的制作方式。对此，立委林义景议员朱正轩等人拢到场参与手作，号召民众来收听台南往来。农来听往来，好不好？三项区农会积极推动农委会幸福农村计划，让农产品会当甲民众生活结合。这次经跨区来甲永康甲民众结缘，并现场教导民众制作农会人气商品爱凤酱，也分享各种往来美味料理。等一下我们滚起来之后，咱这放落5分钟就好啊，加翕一下。我们宜景委员还有我们正轩义作服务处的联合一个服务处的媒合，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永康区，来把这么棒的优质的在地的凤梨来推广宣传给我们永康区的好朋友。最主要，我们这一次是因为想要教永康这边的消费地的朋友，能够知道说凤梨如果在盛产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延长它的一个保存期限。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是教大家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些料理，就是今天就是用凤梨猪柳吐司，然后还有我们的凤梨冰茶，然后最主要是用我们最厉害的爱凤酱，能够让凤梨来做一个保存的一个延长的一个保存。农委会幸福农村计划也得到立委林义景以及议员朱正轩的大力支持，号召民众做伙来收听台南的往来。那凤梨非常的营养，然后又有酸甜，那我想这样的滋味在这种夏天也非常的开胃。那我们期待我们在地的当季水果可以透过我们加工的方式，或透过其他料理的方式，可以增加它的保存期限，也可以让我们永康特别是东桥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凤梨这样的美食。凤梨它本身就是盛产了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加工的方式延长它的保存期限，而且增加它的风味。许多的料理都可以透过山上农味的爱凤酱来制作，非常的美味而且可口。那也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在这个月底5月28号的时候，在总图书馆山上农会特别举办了一个凤梨暨青农的公益市集，在现场会有很多的青农市集做贩售。朱正轩表示，这个月28号，三项区农会将伫咧台南总图书馆举办凤梨甲青农设计公益活动。届时现场将有青农的设计、亲子手作等等。另外，现场采购满700块就会送往来，以及捐发票嘛有送往来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长达3档疫情加上震动的课业，无形当中，互学生压力拢真大。所以，台南市教育局自强辅导中心推出了数千字套卡，用手画图案加安慰的话，互学生疏解压力。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为了帮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有倒一款咨询辅导资源，这次以踏出一步温暖机制为主题，推出16款数千形式套卡，利用一个和谐粉彩的这种多分多彩的一种视觉的效果，希望能够让孩子们拿到这个卡片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温暖、被关怀以及新的力量开始出来的一种感觉。每一张卡片拢有不同的图案以及含义，另外搭配心灵小语，会当提供老师依照学生不同的特性甲议题，作为动力支持之用。套卡里面其实我们中心心理师每个人都画了一张，就是我们是想着就是孩子在需要被陪伴或是需要一些咨商的状况下面，可能会需要一些什么文字啊，能让他们觉得被同理了。套卡也结合咨商辅导系统通讯资料，让学生会当抒发情绪甲压力，得到温暖的咨商陪伴。另外，套卡也有多元的用途。我觉得它的功能就是孩子在校园里面，比如说老师要打气啊，可以在后面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孩子。那孩子之间也可以做交换卡片啊，或者是有人生日啊，或者是学校刚好有节庆活动，把它写在
许愿树上面等等的。教育局表示，希望会当透过特卡，会当向学生传达关怀甲温暖，并持续甲辅导咨询中心以及学校建构好的辅导工课，成为学生上坚强的后盾。台南新闻杨顺快采访报道。现在网络诈骗甲假投资愈来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受害者。中嘉宽频三观王相主称，这回结合安南病院，这种中安社区举办媒体素养课程，教长辈如何分别假消息。看任何资讯都要先小等一下。现在假讯息满天飞，到底要如何接受正确的资讯？中嘉宽频三观王双子星与安南医院合作办理媒体识读课程，这次来到台南市安南区长安社区，教导长辈们消息的真假。感谢中嘉宽频到长安社区来分享一些防诈骗一些速读，让长辈可以分析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让他们不会受骗。课程当中以经典的威廉王子比中指，让社区长辈们来辨别，同时透过新闻时事、网络短片来举例，最后更以游戏宾果和有奖征答与社区长辈们互动，加深他们对课程知识的印象。今仔日来听这上课这团也袂歹啦，因来讲了真清楚啊，有了解啦，较进一步有智慧的迄款成长啦，大家有学着吼，做人应该拢袂晓吼，即马加减会有着加分啦。我们只要看媒体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怎么辨别，每一台都要看，都要稍微看一下。不能只看一两台。那我很谢谢今天中嘉宽频上媒体识读的宣导课程。那我就是希望，因为这几年那个诈骗越来越猖獗，所以我觉得上这个课让长者知道是还蛮有益处的。最后，讲师分享打诈 APP 以及 LINE 的官方账号，并让长辈实际操作加入，也宣导了台南在地的第3、第4公有频道的用途。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会持续深入社区，推广媒体识读。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伫过去，患者一听到相关腰脊骨手术的真惊，不过新老病院神经外科李和平医生表示，近来有一种较新的手术，叫做椎间盘成形手术。经过伊的技术改良，已经有效改善腰脊骨相关的症头，而且手术的费用多数拢是健保给付，大大减轻患者甲家属的负担。台南新老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李和明表示，腰椎疾病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工作关系，或者是意外事故等，造成腰椎的变形，引起椎间盘的突出、腰椎脱位，或者是腰椎狭窄等症状。近年来有一种椎间盘的成型手术，甲过去腰椎的手术破坏性无同，尽量保留椎间盘的外壳。用坏死的椎间盘水来清除，然后搁再注入适当的骨水泥。椎间盘成型术的话，主要的话可以做在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的脱离还有的话腰椎脱位另外的话还有我们椎间盘的退化都可以做。那他做的方式是以不破坏，就减少破坏，把里面椎间盘里面那个坏掉那个椎间盘水把它去除掉，那再灌注骨水泥补足它的空间，让我们的椎间盘尽量能恢复它原本的形状。这样的话对于病人的负重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医师表示，这种椎间盘的成型手术因为破坏小，而且还可用来矫正脱位的状况。不但会用来减轻手术后的痛痛，而且还可用来恢复腰椎的承重力。但因为手术的费用，除了气球撑开器需要自费，其他拢有健保的给付，大大减少病人甲家属的负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5月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